张夫人，方叔，嗨，有一个自称是你父亲的人来了。我父亲啊？哼，胆子不小啊，今天都跑到我们家来了。好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你把除了钱，其他的条件都跟我说了，我一定满足你。西城，奶奶，他今天来我们家，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不信你可以问他呀。贺先生啊，你别介意啊，我这孙子啊，说话就是太直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不往心里去，这都是孩子嘛。爸，哎，你。 苏小姐，是安安吗？哎，苏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迟到了？没事，我也是刚来，坐吧，坐吧。以后别叫我苏小姐了，太见外了，你就直接喊我妍希就好了。妍希姐，啊，初次见面，一点小心意。这是……你上次不说喜欢这个包包吗？ 我就让我朋友留意了一下，没想到在国外真的买到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们都是自己人。谢谢妍希姐。啊，最近总裁夫人有没有去公司啊？总裁夫人？没有啊。你确定没有？哦，我想起来了。 贺锦熙他爸爸来公司闹事儿的那天，他好像在公司出现过。他爸爸去公司闹事儿？公司以前不是一直传贺锦熙他们家是书香门第吗？我觉得根本就是假的。哎，他爸爸都跑到公司找顾总要钱来了。我还听说贺锦熙啊仓皇逃走。那顾总有什么反应？ 还能有什么反应啊？肯定是不相信呗。我听说啊，他还把人家给修理了一顿。我真是不明白，这顾总啊，好歹也是见过那么多女人的人，这事实都摆在面前了，怎么就能被他骗得团团转？爸，你干嘛呢？没事没事，爸爸时间长没见了，太激动了啊！谢谢你们家照顾。 锦溪，他真是你爸？那还有假？我问你，他到底是不是你爸？西城，是，他是我爸爸。 西城，贺先生啊，我这孙子啊，就这么个脾气，你可别在意啊！没事没事没事。锦溪啊，好好陪陪你爸爸，我呢上去看看西城去，让锦溪陪陪你啊！我去看看西城去。您慢点啊！哎，慢点慢点。跟我出来。 这顾大家族到底是大家族啊？锦溪啊，锦溪啊，哎，你看看哎，这到底是大家族啊，连个后院都弄得这么大，啊？你在这顾大家族过得很舒坦吧？爸，哎，现在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哎，好。哎呀，我说锦溪啊，从小到大你都没对我这么恭敬过啊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嘿嘿，是嫁到大家族里受大家族的熏陶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锦溪，
你这编的不错呀，是书香门第，怎么想出来的？你说这顾家老东西是不是老糊涂？爸，你这现在是在顾家，你这么说话不会被别人听到啊？听了怎么了？反正吃亏的不是我。我说锦溪啊，你现在在这过得这么好，是不是也给爸爸来？我没钱。没钱？那你叫到顾家干什么？啊？你说你没钱，谁信呢？自打进顾家之后，顾其成的私人财产我从来没有接触过，信不信由你。从来没有接触。哎，你缺钱不会要啊？还让我教你一次啊？你不可理喻。你走吧。哎，锦溪，哎，锦溪，锦溪啊！哎呀，爸爸欠人家20万的赌债，他们说了，我要是不还给他们钱呢，他们就把我，你爸爸就没命了。你帮帮我。赌债？哎，锦溪啊！爸爸给你下跪了。爸，你干嘛呀？就一次，最后一次，你帮帮我。西城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个贺振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？还是锦溪那有问题？奶奶，您就别多想了。这件事跟锦溪没关系，我就是单纯的看这个贺振东不顺眼。前几天，他是不是刚到公司闹过事儿啊？你不要以为奶奶不去公司就什么都不知道。奶奶。我知道您神通广大，我心里明白得很。别看你平时有些散漫，但是到了关键时刻，你还是个很有原则的孩子。是啊，贺振东到公司的事，完全就是个误会。您就别多想了。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嘛呢？今天晚上派对来不来呀？啊，长城电子的项目，这个合同是我做的。对，怎么了？赶紧 ！I wanna good at you。哦，好，我马上来公司核实一下。好，等着我。奶奶，我现在有事儿去趟公司，有什么事儿咱们晚上回来再说。我先去换衣服了，拜拜。哎，我还有话没跟你说完呢。孩子。贺锦溪，苏妍希，稀客啊！我想找你谈谈。找我谈谈？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？你不是已经跟顾其成提出离婚，并且搬出顾家了吗？你现在对我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你还是好好担心你妈妈的病情吧。我已经回顾家了。